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，早起伫立法院质询到法务部长郑明谦，伊质疑这个法务部明明罢免的人数、哪力双方拢有死亡人数的状况，为什么法务部敢若针对国民党约谈甲搜索呢？双方是愈讲火气愈大。伪造文书罪是不是重罪？5年以下嘛，哈。对，5年以下，而且一罪一罚嘛，哈。用一罪一罚啊？他这本来就一罪一罚。好，你就要用一罪一罚，所以你又在吓唬人哈。你要一罪一罚吗？我待会给你看，我待会给你看。合法，你以前怎么不办呐？合法，你以前有办吗？你还好意思在这边？我怎么？你好意思在这边讲？怎么不办？来，法务部长郑明谦讲，侦办每一个个案的执行方式拢无共款，但是这个回答，让王宏维真气愤、真无满意，质询的音量甚至飙破到90分贝，嘛，互立法院一透早就充满着高的火药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